嘉义公园内底史迹资料馆本地是嘉义新社建筑物。新社伫咧1994年小起改建了后，这个所在就指定做市定古迹。为着要让民众了解新社的历史，史迹资料馆就举办展览，小解嘉义新社甲嘉义公园之间的故事。用来到嘉义史迹资料馆的游客小解内底展览内容，有新社建筑物的资料，嘛有嘉义较早物业的发展。嘉义市史迹资料馆为着要活化古迹空间，规划新社主题展览，互来遮的人透过展览来认捌嘉义。老一辈的耆老应该都知影，但是伫遮少年囡仔就可能唔知。真侪人来到嘉义公园之后，伊可能唔知嘉义公园的历史，所以阮即个常设展特别甲嘉义公园的这历史甲放在内底，互大家去了解。嘉义公园的史迹资料馆，伫日本时代是对去嘉义新社进前，互人做准备的所在。嘛有新社管理人员伫遮办公。嘉义市文化局邀请国立台南艺术大学的团队，开半档的时间研究调查了后，佮甲遮的资料特别设计，透过展览来互民众知影。咱就是要甲咱嘉义市的这种体验、文化体验啊、文化新基地，市民会在重新的体验，会在做一个更新，嘛是有一个设计甲体验共同的融合。文化局表示，嘉义新社伫日本时代是台湾5大新社之一，虽然后来因为火灾小起。但是透过这个展览，会当互人重新认捌这栋建筑物物业发展甲嘉义公园的历史。文化活化古迹空间，嘛互在地文化用新的方式继续来保存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